讓全球的 AI 從這裡開始跳動。記錄台灣產業鏈甲世界 AI 發展趨勢關聯，成立新聞團隊開3檔時間製作紀錄片，鍍金的心臟。同時舉辦 AI 台灣隊高峰論壇，活動來到台南，三掛學員共同探討 AI 產業布局。面對 AI 的時代，我們要想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？哈，所以我們需要能夠基於我們台灣在既有的製造的優勢上來打造 AI 共應用的價值。AI 的科技不是城市人的專利，也不是在都市擁有豐富資源的人的專利，而是肯花心思的人，他可以掌握主導權。論壇當中聚焦 AI 產業升級、甲國際競爭力，以及咱可佇半導體自主、先進製程、AI 供應鏈、營銷發展以及人才培養方面的關鍵角色，也分享 AI 智慧醫療甲健康科技應用。因為在 AI 啊，在晶片上面，我們已經領先全球了嘛。那我們有這個基礎，是硬體的基礎。那軟體就是我們已經在努力。那這個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如何累積到足夠的數據，讓 AI 的運算更準確、更便宜，這個是最重要的。AI 正改變產業樣貌，台南在推動 AI 甲機器人產業有着濟優勢，希望透過各界的交流，保護南台灣科技龍頭未來發展方向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